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，我係 Tiffany。本地的士車行龍頭之一泰和車行於3月3號向各個的士管理人及司機發出通告，宣布下個月1日起上調各款的士嘅保險墊底費，涵蓋港九、新界及大嶼山的士。其中以5座位石油氣的士加幅最多，從現時嘅1萬蚊大幅增加至15000蚊，幅度達50%。4座位石油氣的士則由13000蚊增加至18000蚊，幅度亦都逾38%。另外運能的士現時嘅墊底費為15000蚊，上調至2萬蚊，加幅為各款的士中最低，但仍達33%。據了解，泰和現時同司機各支付一半保險公司收取嘅墊底費。根據保監局公布嘅香港一般保險業務嘅臨時統計數字，平均每架的士全保同第三保嘅無保費由2019年嘅28000蚊同埋2萬蚊，上升至2025年第三季嘅48000蚊同37000蚊，增幅達71%至85%。同期私家車全保及三保嘅無保費增幅介乎2%及30%，綠色小巴則介乎-4.3%至1.8%。此外，的士保費急升，亦令購買全保資的士數量由2019年嘅7769架降到2025年第三季嘅3790架，大跌51%。而購買較平但保障範圍較少嘅第三保，則由2019年嘅11666架減至2025年第三季嘅10614架，減少約9%。換言之，6年間購買保險資的士減約5031架。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示，的士保費上升主要有5個原因。第一，的士使用量較其他車輛高，基本上24小時操作，行駛時間越多，風險越高。第二，的士司機嘅平均年齡偏高，逾過半都屬於65歲或以上。第三，的士行駛里數高，每日前往好多地方，每架車每日平均行50轉。第四，的士意外發生頻率相較其他交通工具高幾倍，索償頻率亦都更高。第五，的士索償額大，從保險公司立場唔會做蝕本生意，所以保費自然會升高。順安車行負責人兼智慧出行聯合商會主席周國強表示，自從有一間主要的士保險公司退出市場之後，的士保費便有所增加。再者，隨住人工上漲，即使的士意外未有增加，索償及官司費用亦都會增加。目前市場上的士第三者保險墊底費普遍介乎25000蚊至到3萬蚊，近排未見加價。佢提到，各大車行並非將全部嘅墊底費轉介到司機身上，有啲車行會支付部分墊底費。從過往保險公司加價，泰和車行未有跟隨其他車行向的士司機收取嘅部分增幅咗嘅費用，因此呢次上調只係將收費調整至與其他車行睇齊，形容此舉為正常運作。加上近年經濟轉差，業界近年面對越嚟越多碰瓷黨利用漏洞呃保險，令索償宗數居高不下。佢又提到，由於要經過檢控等法律程序，估每宗索償都需一定時間先能夠解決，故保險公司預計需要等待2至3年先至能夠喺實際數據上睇到索償數字嘅回落。喺數據未見顯著改善前，保費同埋墊底費難以即時下調。周國強續指，保費主要由車主負責，但由司機負責嘅墊底費近年都有所上升，導致司機嘅壓力亦隨之增加。問到會唔會擔心因墊底費上升而導致司機流失，周國強直言不擔心，並提到政府喺舊年11月起簡化的士司機筆試，根據政府數據，考試人士增加30%，合格率亦都提升30%。最近數月明顯見到有新司機入行，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有啲咩睇法啦？歡迎留言，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